台北市自开办有心人专车服务以来，已经陪伴超过3万的有心人行过怀体生囝的过程。台北市政府今日嘛，佮宣布讲，对3月初3开始，这 Uber 嘛要加入有心人专车的服务，提升派车的效率。 有心的妇女出门坐车要爬悬爬落，大身大命真无方便。台北市政府对2023年开始推动好运专车，补助每一个有心的市民，通有8000块的坐车金。市府表示，到达已经服务超过3万的有心人。平常其实就是我现在最近出门，其实基本上都打 Uber， 因为就是如果挤来挤去，然后大家没注意到的时候，就会比较危险。 台北市政府宣布，好运专车要扩大服务，对3月初3开始，除了台湾大车队、大都会车队等等，即马好运专车阁要和 Uber 合作，希望透过多元车队的选择，提升派车的效率。针对7岁以下囡仔 ，Uber 也提供儿童安全座椅的服务。Uber 的加入，让我们的服务量能、服务的车辆数呈翻倍的成长，从原本的15000多台提升到34000多。 让所有孕妈咪有儿童安全座椅的车辆选项。台北市政府指出，目前 Uber 服务的范围是营运的16个县市，满足有心人需要跨县市的需求。伫产检到生囝了后的6个月，拢会当使用。市府讲3月初3这天，近200名叫 Uber 有心妇人，拢会当摕到1000块的坐车金，希望鼓励民众加使用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